草埔公园这款鸟头鸟，红列做是强迫等种的动物，全台湾全部到500只。高雄鸟会家己总经费经过5年的时间，今年发布草埔公园的保育纪录片，完整介记录落来，了解到因的生存危机，希望大家做伙来重视。点仔机翕到有2只鸟仔当咧食物件，这毋是一般的鸟仔，因是强要绝种的高病鹰，嘛有人叫因公园鸟，主要分布伫台南、高雄甲屏东。即几档因为栖地破坏、鸟鼠药仔等原因，影响到因的生存。高雄鸟会自2000年发现全台湾第一个高病鹰的时，开始深入了解高病鹰即个族群面临的生存危机。发现讲原来有即个鸟啊，但是即个鸟我嘛发现讲，是安那伊死伫即个荒郊野外，有可能啥物原因？原来阮推测就是因为食了鸟鼠药啊。高雄鸟会家己找经费，为2018年开始甲导演做伙筹备，总算伫今年完成这支25分钟长的纪录片。拍片过程中，其实拄到真侪困难，因为高病鹰是黑暗才会出来活动的动物，除了团队爱顾几暝，嘛希望莫搅扰到因的生活。翕的过程中会尽量莫照光来录影。除了讲伫野外无啥容易看到伊，就算讲发现即个高面鹰啊，所在，你嘛足歹用种一般的摄影器材吼，自然的行为甲伊表现出来。高病鹰有一张古早的苹果面，是台湾第一个亚种，不过目前全台是剩无500只。高雄鸟会毋望纪录片未来会当伫学校社区来播送，互更较侪人熟悉高病鹰，做伙加入保育的行列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